小数之前查到化妆品原料进口商一航企业对新加坡进口咱国禁用的苏丹4号的色素，每号13间的厂商哦。桃园地检署暂时发动搜查，嘛约谈负责人甲厂商等13个人到案说明。检察官透明核实了后，负责人是以涉犯诈欺罪30万交保。一航企业有限公司涉嫌卖内面含有广告禁用色素苏丹4号的红色化学原料。和下楼的厂商做化妆品，同地检署指挥市调处随地搜查办公厅，抑个工厂3个所在，下楼厂商13个所在，扣下相关的原料加制品，约谈一航4、5的负责人，抑个13位下楼的厂商做证人。于昨日，检察官指挥桃园市调查处执行搜索被告公司及厂商处所共16处，并约谈该公司无姓负责人。这件代志影响包括欧莱德、佩洛美丁几多间业者，总共20项产品下架回收。市高署伫咧最近已经对一项企业造成的公共危害罚新台币500万。为了要防止有问题的原料搁流入去市面，主动甲相关事情提供予检调，甲司法单位做伙打击不法。于昨日晚间，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无姓负责人涉犯诈欺罪嫌，予以30万交保。检方讲，被告一航公司4、5的负责人，伫审问过程承认自新加坡进口红色化学原料，明明知影内面有禁止使用的苏丹4号色素，依然卖予下楼的厂商做化妆品的原料。检察官认为依犯刑法第339条第1项的诈欺取财，罪嫌重大，因过无羁押的必要，予以30万交保。一航公司是讲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无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